接下来，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。今天要我们分享的是生命的相遇与医治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进入路加旅程报道的最后一站，耶稣来到耶利哥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从耶稣与税吏长撒该的相遇，让我们看到悔改归正的典范，也让我们看到你救恩的奇妙。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的主日都是我们从常年期第13主日到第31主日，都是选路加福音的旅程报道，就是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到19章28节。我们今天来到最后一站，就是耶稣进入耶利哥。那我们先来了解耶利哥的背景。耶利哥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棕树城，它位在约旦河的下游死海以北的10公里，它是在海平面以下260公尺，水源非常的丰富，是犹太旷野当中最适合人居住的。现在考古发现，从1万年前就有人住了，是全世界最低也最古老的城市。在耶稣的时代，它地理的位置非常重要，它是虔诚的犹太人从加利利要上耶路撒冷的必经之地。那个地方非常的富庶，产野枣、香油跟玫瑰闻名，是整个约旦河的国际贸易中心，所以它的税关的机构非常的大，税吏长的地位也非常的尊贵。而耶稣到了这个地方，他先医治好一个盲人，然后接着在城中跟税吏长撒该来相遇。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罗马的税吏的制度。那时候罗马统治了以色列国，所以以色列就不是国家了，是殖民地。罗马人事事都管，唯有一样他痛恨不管，就是征税。他征税是采用包税制，他每一年开标，那个出价最高的人，那个人就是税吏长。所以罗马政府他每年定的额度以外，那个税长标以外，那个税吏长有办法征更多的税，那是他个人的事，他只要把定额交上去就好了。所以税吏长他们也不管税吏长放纵他去找流氓，用勒索去讹诈来讨税。所以他们表面上是罗马政府的官员，但是他们接触外邦的官长，手拿着是刻有皇帝像的钱币，所以犹太人就鄙视他们。除了宗教跟文化的压力以外，因为他们剥削自己的同胞嘛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出卖中国人的叫什么？汉奸。出卖犹太人叫犹奸。所以税吏就被称为犹奸，税吏长就犹奸奸，比犹奸还奸。所以他们很愤怒他们，所以他们认为撒该这个人呢，就是该杀的，对不对？那个该杀的犹奸奸，他们气死他们了。所以他们被视为强盗、卖国劫罪人，跟外邦人是同义语。所以犹太人的会堂不准他进去，不准他来敬拜上帝。犹太人的工会也拒绝他们转行业。哇，他们在这社会被排斥，在教堂又被排斥，所以他们虽然拥有财富，却跟上帝的关系决裂，跟自己的同胞关系也决裂。他们是被整个上帝子民的群体所弃绝的社会边缘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税吏长撒该。路加很幽默，而且他讲故事呢也很有趣。他特别说，以色列人那么痛恨税吏，而撒该呢还做税吏，而且他还爬到最高的税吏长，所以他有很多的机会去讹诈人，累积了很多财富，但也备受鄙视。
人最痛恨的就是撒该。所以这样的人富裕但是一点都不快乐，他很寂寞，因为没有人要跟他做朋友。再多的财富也弥补不了他内心的空虚，跟他所渴望的尊严。而路加又说他身量矮小，可能他从小就会被羞辱，产生自卑感，心理不健全，人际关系就越来越不好，没有自信，他就不信任人，他就敌视所有人，甚至敌视他父母。为什么让我长那么矮？所以他最后他觉得我真是不需要朋友，我只要为自己打算，追求财富、势力。所以他一方面又蛮骄傲的，其实自卑感的另一面，他认为靠自己奋斗，没有人帮助，也不需要其他人，我就用勒索讹诈来赚钱。所以他的人格很扭曲。撒该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？是洁净者，或者叫做无罪者。一个罪人既称为洁净者，可能是暗指着撒该这个人最会刮财产呐，了解吗？把人刮得干干净净了，所以是洁净者了，是把别人刮洁净了，不是他自己洁净了。所以那路加就讲得很幽默。最后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得到耶稣的洁净，而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埋怨耶稣上撒该的家，他们反而没有得到洁净。这是一个很吊诡的，那个路加的写法都很幽默。好，我们来看第3节跟第4节。撒该其实他意识到自己不快乐，很空虚，这多年的积习他也定型了，很难改不了。可是他对耶稣有一点好奇心，他可能从加百农的税吏，他的同行的那个马太听过，又看到马太竟然放弃这么优渥的工作，跑去做耶稣的门徒。他也听说过耶稣竟然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，跟他们一起吃喝，这简直匪夷所思。所以他想看看到底耶稣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。他内心渴望说，如果我这个人能够被耶稣接纳耶稣也跟我吃一顿饭，那多好啊，对不对？耶稣又是当时被公认最伟大的拉比，哇，这个人冰清玉洁。那所以呢，我一教他，虽然没有买花，至少燃点花香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这样子。可是这个人他绝不透露自己不满意跟空虚，他已经装得美美的，装得过得很好，因此他想要看耶稣。因为人多，身量又矮，所以看不见。所以圣经上描述很幽默，他不顾情面，也不在意别人怎么说，他就像小伙子一样爬上桑树。那个场面很古迹呢。如果很多小朋友看到说税吏长撒该他也爬树，了解吗？他爬树，他要去向小鸟抽穗。我看他如果摔下来，因为流下来都没有，不是流血，流出来的都是钱币。可能小朋友一直笑他，他也愿意，你知道吗？一般人都喜欢让矮子真的，你知道让矮子进来在前面看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会挡住视线嘛。可是撒该呢，人家不让他去，结果他用跳的，对不对？了解吧？他们就垫脚，让他看不到。他要转进来，就给人屁股都扭一下，他就被人家排挤，对不对？平时你那么凶什么？我们现在看耶稣的时候就不让他进去。所以撒该要爬树，他可能是被众人厌倦，故意不让路，也可能害怕群众去那边呢，所以他要克服他先天的限制。那个矮小其实路加用的是双关语啦，一方面是指的身材矮小了，另外呢，红胯这细汉呢，他也有这句话嘛，红胯这细汉意思就是说他公共形象很卑劣，他也要突破外在的阻扰，因为人多永不让路，而且阻挡视线，怎么办？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渴慕要认识耶稣，我们要突破我们内心的限制，也突破外在的批评跟指指点点。可是那个强烈的意愿使撒该很精明，他要跑到耶稣的前面，而且他爬上耶稣必须路过的那条路的桑树上。而桑树呢，它的果实其实在当时是比较贱的果实，是穷人的食物。但是呢，它树叶很浓密。他说：“等候耶稣来，我可以看到耶稣，但没有人会看到我。”说他的那个，所以路加其实说到人都在寻找内心真正的满足、内心的渴望，而撒该
他的渴望跟希律王，就路加福音23章的8节的希律王不一样。他真的不顾一切的拦阻，就是想看耶稣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节跟第6节。那第5节、第6节就峰回路转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惊奇，因为改变了撒该的生命。耶稣走在人群簇拥，那时候人山人海，每一个人大家都把眼睛都定睛聚焦在耶稣身上。突然发现耶稣停下来了，然后往树上一看，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！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。”耶稣抬头定睛看撒该，撒该被他瞄了以后，他整个人震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是长久以来首次感受到被人凝视，不带着仇恨，不带着摒弃或者谴责或者不屑。他说：“哦，怎么耶稣就看我这样子看我啊？这样子看我，这样注视我？从前有人注视我，就是不屑，就是鄙视。”哇，他整个人震撼了。结果大家也停下来，大家都往树上去看。所有耶稣的眼光跟众人是不一样的，令他惊奇。结果这个撒该很惊奇，说：“怎么耶稣怎么认识我？怎么还知道我名字？而且还把我当了老朋友一样？因为以前的人是有老朋友才会直叫名字啦，不然就一定叫他什么撒该税吏长，什么撒该阁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直呼我的名字，竟然还要住我家。这个耶稣是好人圣人，怎么会住在这个众人都唾弃我的人，而且把我当作朋友呢？”所以撒该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他不再怕众人的七嘴八舌，也不怕众人的指指点点。他心中的喜乐突破他刚才所有的恐惧跟担忧。如果你我是当中的群众，你会感到很积极，说：“连高连轰，高轰应该高动容。”听过这句话吗？对不对？龙生龙，什么凤生凤，老鼠生儿会打洞。怎么耶稣怎么认识撒该呢？怎么认识这个该杀的呢？难道他们是一丘之貉吗？对不对？那怎么会跟耶利哥最出名的坏蛋那个是好朋友呢？其实在这里，路加用那种白描的方法，就写出什么？路加的文笔很特殊啊，他写出说：“撒该费心所寻找的、所找到的，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。他不只看见耶稣，甚至于耶稣认识他、接纳他。你知道耶稣的话语凸显出耶稣就是洞察人心肺腑的上帝，他了解每一颗愿意追求他的心，也凸显上帝的慈悲怜悯。上帝知道每一个人，即使那个人是多么受人厌恶、受人鄙视，甚至于他自己内心退缩、自闭、恐惧，上帝仍然愿意主动的接近他。所以，就像耶稣直呼撒该的名字一样，当时的风俗真的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叫名字，不然的话一定叫某某人的儿子，这样才叫，这样了解吗？连名带姓。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姓，所以他们就某某人的名字。所以巴拿巴意思就是他名字叫拿巴啦。不是，巴拿巴他其实他名字叫约翰啦。他是拿巴的儿子叫巴拿巴啦，这样了解吗？阿拉巴的儿子叫巴拉巴啦。西门彼得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啦，他们以前是这样称呼的。所以宾拉登就是拉登的儿子，了解吗？他的名字叫欧沙马宾拉登。我问人家说，那宾拉登的儿子呢？就宾拉登。不是啦，叫宾欧沙马啦，用那个这样宾下去的。好，耶稣呢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称呼他名字的时候，说称呼那希伯来人听得懂？洁净者，洁净者，快下来，了解吗？这个是个很亲密的说法。你看，耶稣说你必要寻，耶稣曾经说你寻找就要寻见。结果这个名字表明耶稣愿意他洁净，所以这话印在耶稣身上。他不探望镇上任何虔诚德高望重的人，反而到撒该这个家庭，这是梦想不到的恩典。而且
耶稣讲的话说：“今天我必须到你家。”这个“今天”跟“必须”是圣经上论到上帝救恩的用语，表明主耶稣基督中断自己的路程。那时候他面向耶路撒冷，准备上哥哥他十字架，可是他中断自己的路程，他要住在撒该的家里，而撒该也回应耶稣，由树上下来，打开他的家门来款待耶稣。好，我们来看第7节。第一节就引起了挑战跟考验，众人的反应跟耶稣迥然有别，跟撒该呢更是截然不同。撒该很庆幸、很感恩、很喜乐的经历，却激怒了另一群人。这个人竟然蒙耶稣的青睐，难道耶稣不长眼睛吗？耶稣也不探听吗？他们窃窃私语。他说他进到有罪人家里，在那里 long stay， 了解吗？怎么可以？所以税吏是公开的罪人，税吏长是大罪人，罪该万死，不该得救。耶稣不但未远离罪人，反而跟这种人往来，这成什么体统？所以法利赛人跟税吏是自以为意的人，撒该是财主，是被主流社会隔绝的人，弃绝的人。所以他们认为他是像耶利哥的盲人一样，是不配得救的，也不配成为耶稣的朋友。所以他们抨击撒该跟耶稣，正反映初代的教会的基督徒常受犹太人的攻击。这也是路加在写这个的时候也提醒我们：我们基督徒出身卑微的人，真的不要成为一个羞辱那些卑微人的人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相遇的结果，悔改跟领受救恩。第8节到第10节，很令人之惊讶的是，撒该整个人改变了。他原本人生的意义就是得得得，抓抓抓，炸炸炸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转变成给给给，怎么这么重大改变？我相信第7节跟第8节中间一定过了一段时间啦。圣经没有讲那个详细那个内容啦。我以前小时候在看电影，奇怪，那个男主角、女主角怎么不吃饭也不睡觉呢？怎么谈恋爱谈来去都不用工作其实有重点，重点。所以第7节跟第8节中间有一段时间，耶稣在撒该的家里 long stay， 跟撒该有很多的对话，充满着友谊跟爱，所以无条件的接纳撒该，这是很惊讶的。撒该一定说：这么圣洁的主，怎么会来到我这个人人嫌弃的罪人的家中？我岂不该改头换面，弃恶从善呢？我怎么能掩饰我里面的恻隐之心，让穷人受苦呢？他的良心受圣灵的感动，他自责，他被激励，片刻之间，他的实心化为肉心，他的旧心化成新心，新的灵。所以主耶稣的生命注入他里头，跟他同住的结果。所以他就做了3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就悔改跟结果子，你知道吗？众人窃窃私语，他们也认为撒该这个人也没有办好手续啦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他没有认罪啦，他没有说耶稣啊可怜我，也没有捶着胸说主啊我是罪人，有没有？撒该都没有做了，结果这样没有做，耶稣就住在他家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怎么可以呢？你改变了，我才爱你，这个叫如果式的爱。如果你考上国立大学，我就爱你；如果你考上高考，我就爱你；如果你什么什么，爱你。这个如果式的爱，如果式的爱被爱得很没有尊严，因为他达到他的条件以后，他又要提出另外一个条件。另外一种因为式的爱，因为你很乖巧，我很喜欢你；因为你很听话，我很喜欢你。那因为式的爱被爱得很没有安全感，一个是没有尊荣感，一个是没有安全感。而耶稣基督是无条件的爱，所以这样的爱临到撒该的时候，撒该一领受这个爱，他就怎么样？以爱还爱，领受这个恩典，他就以恩报恩。所以他就承认自己的亏欠，慷慨的赔偿说：“我要把我的财物一半施舍给穷人。”那还得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要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4倍。他直接用行动表达他悔改所结的果子。你们发现，耶稣是恩典在先，对不对？
他产生自我要求，不是耶稣要求他。耶稣接纳在先，他就开始怎么样？结出果子在后。所以我们常常先后次序都不一样，跟耶稣的想法都不一样。其实他回应了施洗约翰说：“你们要结出果子，以悔改的心相称。”从前他不择手段要夺取一切，现在他要把一半分给穷人，另外一半要给哪些人呢？给他用税吏长的权利不当剥削的人。从前他不剥削人，他很有亏欠感，对不对？很有亏欠感。从前他没有欺负人，他觉得很不满足感所以他现在呢，整个改变了。你知道他的赔偿远超过圣经律法所要求的，因为圣经上要求只有故意破坏跟恶意抢劫才要还4倍，普通的抢劫还2倍。如果自首后愿意赔偿的，了解吗？他不是被抓被杀的啦，他是自首跟愿意的，只要还原来价值，另外加1/5而已。这出埃及记22章第1节跟第4节，利未记6章1到5节。所以像这个撒该自己觉醒的，了解吗？不是被逼的，不是被抓到的，不是被俩包的，不是，他只要加1/5而已。可是呢，撒该说要还4倍，这样算的话，算一下他该没了啦。好，第二个方面给我们看到相遇的第二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是悔改结果，第二个结果是救恩临随着耶稣来临。好，上帝的恩典使撒该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并且乐意赔偿他过去的罪恶所的伤害。这个救恩带来喜乐，也惠及他的家人。哇，他整个家人说救恩来到这个家，所以耶稣的临在就是救恩的开始。今天就是得领受救恩的日子，所以耶稣进入他家的时候，就恩待他全家的信主，并且帮助他信主，而且他恩待他的邻舍。所以这个恩典的源头就从耶稣到撒该，到撒该的家人，又到撒该的邻舍，又到被撒该欺负过的人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奇妙的恩典？然后人家的批评攻击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”你知道撒该这个人因为职业被贴标签，被拒绝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会堂不让他进去。会堂不让他进去的时候，表示说你跟我们这些上帝子民的团体已经是断绝了。而耶稣说不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撒该是犹太人，血缘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他在生活上，在律法的行动上是以色列迷失的羊。所以耶稣基督要寻找拯救迷失的羊，所以把这个羊就回到这个上帝的羊圈中。所以路加的观念里面，路加的神学观里面呢，财主的血缘上是亚伯拉罕子孙，因为他不懂得分享。你知道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，他不懂得分享，所以他被排斥在亚伯拉罕子孙的团契外。而这个蒙福的团契中间有深渊隔绝，限定不能逾越。所以当耶稣宣告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时候，原本被隔绝的撒该，原本有深渊的撒该，这个深渊是指他以前的贪婪，以前的狠，以前的扭曲的人格，现在因为整个生命的改变，里面有爱，有恩典，乐意分享，然后有反省力，乐意悔改，所以撒该不再需要逃避同胞们愤怒跟鄙视的眼光，他活出全新的生命，他就像盲人得到医治，看见了，但是不是只有停在这里，他用行动来跟随耶稣，所以他进入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团契里面。耶稣所带来的救恩是一个医治人跟神的关系，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社群的关系，也人跟自己的关系。好，从这段经文以后，我们来做几个反省。第一个反省，我们要来认识救恩的原委。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救恩圣经的记述里面，没有记载耶稣走到路旁的时候，没有记载撒该看见耶稣。撒该还在树旁遮遮掩掩，还没看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已经抬头一看，看见撒该，而且他没有叫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已经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。”这里表达告诉我们，
如果不是上帝采取主动，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力量，用自己的方法找到上帝。何况那位踩在穷人头上的撒该。所以耶稣看到撒该渴慕耶稣，而且渴慕脱离实况，就对撒该说：“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。”所以这个语气很强烈。撒该，耶稣不只要成为撒该的朋友，也要成为他的家人。所以路加最后总结说：“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失丧的意思，从原本的地位堕落到一个错误的地位。所以人的失丧就是离开上帝，失去了上帝原本创造人的尊贵荣耀跟崇高的使命。所以撒该接受呼召，由桑树下来的时候，救恩就临到他。所以路加就宣告，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这样的人。所以上帝的主动，而且耶稣又主动要到他家，说明这个救恩是上帝主动发出，接纳并赦免罪人，而且是现在持续的动作，必要临到像撒该这样的人。所以请注意，救恩既然是主动临到我们，我们就要开我们的手来迎接这样的救恩，打开我们的心门来迎接这样的救恩。所以路加的福音是上帝主动发动，要恢复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实况。好，第二个，那个救恩的原委的第二个是上帝的同住跟同在。当耶稣对撒该说：“我要住在你家里。”他要搬进来，要搬进我们家，要成为永远的住处，把我们当作家人。哦，请问你愿意不愿意耶稣住在你家？你可能说：“我愿意，但是我家有几个房间，我不想让耶稣住进去。我有些东西不想让耶稣看到，也不想让耶稣知道，更不要让耶稣碰。”有没有这样子？请问你们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希望不希望正在吵的时候刚好牧师到？牧师到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？双脸，嘿嘿，夫妻两个拉着手，牧师你好，我们没问题，你赶快可以回去了，了解吧？如果牧师到你家，你正跟他打麻将，你就赶快抓了一把钱，说牧师，这个我们奉献的，你可以走了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反正连牧师都不想让他进去了，何况耶稣呢？其实耶稣知道这一切啦，他无条件的爱你爱我啦。你家里没有一样东西他不知道的，他都知道了。所以你请他进来，到每一个储藏室、小壁橱、地下室，或者发霉的地方，或者有壁癌的地方，耶稣都乐意去了。他不会生气说：“你搞了乱搞的，对不对？”怎么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在带妈妈班，常常跟他讲说，做妈妈的不要问为什么。你知道吗？有一种动物最喜欢问为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动物吗？猪了。那你说为什么？那你就变猪了。这是一个国中生问我的。其实耶稣不会问说：“你怎么这么糟，乱七八糟？你这个人，你看外表那么好，里面能够金玉其外，什么败絮其内。”耶稣不会这样讲的。耶稣一定知道说：“我知道这些不好，你也知道这些不干净。来，我们两个一起来处理，因为我爱你，了解吗？”这是耶稣无条件的爱，他了解我们，所以可能我们从小有一些被制约的行为啦、反应啦、感觉啦，或者我们意想不到的，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，没有映照到我们的问题的，譬如说我们的脾气啊、人际关系、个性啊、婚姻啊、价值观啊、人生观啊、时间管理、金钱管理。其实我们要让耶稣进入我们每一个房间，耶稣基督愿意，而且生命改变，所以撒该就让迎接进去，他整个的改变就是这样来的，他整个生命的改变。好，我们来看，这已经看到神的这一面，我们看到人这一面，我们要迎接耶稣进来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那个撒该欢欢喜喜来接待耶稣以外，他还做第二个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把我所一半分给穷人。”撒该他本来1毛钱被拿走，他就痛苦，对不对？征税征不到，他就痛苦，可能他都破口大骂。现在呢，从苦读变成喜悦，对他来说，天国已经降临了，所以他愿意把一半财产分给穷人。现在他真的悔改了，请注意，撒该没有吃掉税吏长，没有，撒该没有吃掉税吏长，
撒该整个人的改变，他是整个生命的改变。请注意，撒该他的悔改不是口头的。有人说：“请你原谅我。”就那个有没有可能？我到菲律宾去啊，菲律宾看到我们穿那个牧师袍，说：“Oh, are you pastor? Are you father?” 他说：“yes. Oh, I'm also Christian.” 然后他一面就把你那个，你知道那个计程车哦，那个车，他一拉，从100块就跳到200，再一拉就跳到300，你知道这意思吗？不是自然跑的啦。他一面跟我说：“I'm also Christian。”然后给你拉一下，I very admire you， 再拉一下，了解意思吗？请问你会不会感受怎么样？那你一面说我很尊敬牧师，我很尊敬传道人，一面帮你钱跳这样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？这没有真正的那个，所以撒该是完真的，他欠了钱就还，盗了钱偷了钱就还，他侮辱人就道歉，所以他这个人回应了路加福音前面第3章施洗约翰的3个问说：“我们当做什么？”施洗约翰说：“你们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就当这样行。”撒该做了。除了立定的岁数、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，那个给税吏的，撒该也做到了。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撒该都做了。所以撒该是用他的生命、用他的行动、用他的作为，在职场上、在家人上都怎么样？都表达他愿意分享，而且是持续不断的进行。所以整个路加的福音呢，前面18章。其实撒该的故事是结语啦，结论语啦。他那个路加的整个布局哦，他的整个文脉来说哦，撒该的故事是结局，因为耶稣在撒该的事上做个宣告，以及撒该的分享跟补偿的行动，实践了先锋施洗约翰的传道的信息，并且借着十架，耶稣基督把这个信息带到最高潮，强调救恩是。要人人要懂得回应上帝的赦免、无条件的爱，并且要结出果子，把这样的爱分给这样的人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跟随耶稣不要像耶利哥的盲人，他看见了就满足了，就绕跑了啦。应该像撒该一样，用具体而持续的行动跟穷人分享。请问撒该以后继续分享，那个都是用现在式的。表示撒该不讹诈人，万一他又错了，他下面突锤，又那个，他又马上再还，了解吗？他继续在他职场上做这样的工作，成为整个犹大全地最大税官的一个另类的税吏长，就这样子很特殊。所以这个他用分享代替剥削，他。跟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上帝整个合群的关系都恢复了，这个叫做救恩啊，这样了解吗？救恩不是说我上天堂就好了，然后整个是，对，我认识有一群那个平信徒长老跟我讲说，这种代志你牧师较敢做，我唔敢。就说只有牧师敢做。他说地个乌噜噜哦，专关丢了技术个牧师。连牧师敢做这种，表示有些牧师跟信徒不肯悔改，不肯悔改。我以前也问一个人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做？”他说：“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做属灵的事要用属灵的方法，做属世的事要做属世的手段。”所以我说：“那你出去哦，你进来教会哦，就像一匹羊啊，出去呢就变成这个羊就少一只了，变成一只狼。”然后回来教堂又披上羊毛，我说这不要，所以撒该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没有属灵属世的分别啦，是表里一致，前后一致，内外一致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救恩呐！真正的救恩是跟神和好，跟人和好，跟自己和好。所以在这里产生最后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要有新的眼光。耶稣要寻找失丧的人。请问耶稣怎么对待撒该呀？我们如果要跟人为友，我们一定称对方的斤两嘛，看他配不配嘛，对不对？而
耶稣对撒该的友谊是没有先决条件的，所以撒该才会改变呢。所以耶稣是先接纳，他才改变；耶稣是先给恩典，他产生自我要求。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耶稣那天看到撒该，就说：“撒该，我就知道你这个该杀的。你以为你躲在那边没有人看见了？我看见了，给我下来，我教训你。”请问撒该怎么样？撒该可能吓得就怎么样，在上面就尿尿下来，受不了啊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辱骂，所以撒该跟众人撒该就是不会改变的。请问我们为什么一直很多基督徒一直用这种方法，用羞辱、用贬义的方法来要人家改变？你看他对撒该没有任何的论断跟定罪，就是爱撒该，介绍他认识一个全新的人生观，这是跟耶稣相遇的结果，这是耶稣带来的革命。他改变了世界，不是凭着武力跟威吓，乃是爱的大能大力。撒该并非先悔改来赢得耶稣的爱，而是先经历了耶稣主动展现的爱，就感动而悔改。今天我们对我们家人很难传福音，对我们的亲友很难传福音，其实就需要我们先表达爱跟恩典啦，真的，而不是先定罪啦，而不是看到他就用眼睛白白的地方看他，对不对？不是看到一个人跟他讲话就用鼻子跟他讲话了，就觉得这个很不屑啊。可不可以真正的爱他们？所以我们先经验到耶稣主动的慈爱，被感动而悔改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样领受的对待人呢？所以我们也要听耶稣对我们说：今天救恩到这个家里，可不可以主啊？今天救恩也来到我家，我开始改变我对我家人的态度，对我配偶的态度，对我父母的态度，对我儿女的态度，整个改变。尤其在家里担当更大责任的人，或者是家庭主收入的人，我们应当更加的谦卑跟感恩，而来恩待我们的人，恩待我们的家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救恩临到撒该这一家。主啊，我们也愿意你的救恩也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。主恩待我们，能够像撒该一样接受基督的救恩，也像撒该一样愿意赔偿、愿意分享、愿意整个生命价值观改变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赐福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、在我们的职场，都能够显出这样荣美的见证。感谢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结出果子以悔改的心相称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